Selena 力抗死神，保得住個靚樣都未必留得住美白肌膚。台灣人氣女子組合 S.H.E 嘅 Selena 證實喺上海拍攝湖南衛視新劇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時，燒傷4成皮膚。當日下晝4點幾，佢同男主角俞灝明準備拍場爆炸戲。劇情講，灝明要瞓身保護 Selena 逃走，事前仲噓咗6、7次都冇問題。點知道真正拍嗰陣，5個爆炸點同時提早爆炸，佢哋即刻被送往瑞金醫院。Selena 又驚又痛，係咁喊。佢全身4成皮膚燒傷，主要係背同四肢、腿部更達最嚴重嘅3級燒傷，亦係3級燒傷嘅灝明傷得仲重，佢2個肺部亦有槍傷。3級燒傷嘅 Selena 連部分真皮層都被破壞，傷及皮下組織，皮膚會呈白色或者焦炭狀，仲會變硬，唔會痛，但無法自己愈合。Selena 必須進行植皮手術，但之後皮膚可能保持平滑，要做激光手術去疤同磨平。報道話 Selena 部分皮膚已經壞死，院方已經幫佢做清創手術，等佢情況穩定，再以醫療專機送返台灣。佢爸爸亦即刻趕到上海，但為免影響治療而未見到 Selena。下個星期日29歲生日嘅 Selena 原定下年4月同律師男友張成忠結婚，但婚期可能受到影響啦。